美國同埋中國雙方咧就開始就貿易戰進行會談。根據特朗普嘅消息啦，美中貿易會談咧取得一個非常重大嘅進展。而如果呢個消息屬實嘅話咧，其實對於成個加密貨幣嚟講咧，都係一件好事嚟嘅。因為如果大家有印象喺2018年嘅時候，特朗普曾經發動美中貿易戰，令到美股咧跌咗20%。其實現時為止，曾經嘅美股啦跌到落去咁低嘅位置咧，都係因為特朗普咧發動關稅戰。嗱，現時為止啦，關稅戰嘅態度開始鬆化，所以其實咧，無論係美股同加密貨幣咧，都係有一個回升嘅跡象。而如果呢個消息屬實，最後結果利好的話咧，係有可能會再推動加密貨幣同埋美股去一個新嘅高位都唔出奇嘅。所以我哋建基於呢一個消息咧。暫時嚟講，市場嘅預期係唔錯㗎。而星期一係必須要睇美股嘅期貨，因為美股期貨就係講緊市場投資者對於美股未來嘅信心嚟嘅。如果佢升，就代表緊其實市場嘅投資者係買入美股嘅期貨，甚至係持有啦，係咪？咁如果美股期貨跌咧，就代表其實可能佢對於今個禮拜嗰個預期係比較悲觀嘅。而現時為止咧，就見唔到美股期貨有一個下跌嘅跡象。OK， 所以其實咧。市場係有機會喺今個禮拜咧繼續會向上測試唔同嘅阻力位啦。如果喺加密貨幣方面，加密貨幣總市值咧未見到有一個好大幅度嘅拋售，所以呢個都算係一個幾好嘅消息嚟嘅。如果佢能夠保持呢一個狀態嘅話咧，比特幣會繼續慢慢向上測試咧個阻力位嘅。而現時為止啦。由74,400蚊開始進行一個反彈嘅最主要原因，都係因為美國對於關稅戰嘅態度開始鬆化。嗱，呢個咧係成個上升嘅核心嚟嘅。只要呢一個條件仍然存在嘅話，比特幣要升咧係唔難嘅。因為你見到其實佢咧過往已經突破過兩次市場重要嘅心理關口，包括係88,500蚊同埋97,500蚊嘅呢兩個位置，一旦突破咧，市場嘅成交量非常之充沛，繼續向上進行一個突破嘅行為啦，而且大家最需要關注其實係97,500蚊呢一個區間啊，因為喺呢個區間入邊咧，比特幣係向上收復。如果你見到向上收復，即係就話喺下方咧仍然係有資金保持買入比特幣，令到佢點樣跌咧都跌唔穿嘅。而最後咧就再測試呢條頸線嘅時候咧，就做到一個突破啦。現時為止嘅比特幣咧，佢未有一個好龐大嘅拋售成交量，起碼佢未跌穿咧10,2,300蚊先，因為10,2,300蚊咧，其實係去突破咗之後嘅第一個低位嚟嘅。嗱，如果市場係跌破咗呢個位置，代表市場拋售可能真係有啲龐大，咁佢先至有機會再向下咧揾翻一個支撐位。而現時為止咧，因為未有呢個咁龐大嘅拋售成交量咧，甚至我會話佢未見頂啊。因為如果見頂嘅話咧，市場可能會插針啊，又或者係嚴重超買啊。呢啲情況出現啦，但係佢就未話有一個好插針嘅情況，所以市場係有機會咧再做一個收復，然後再向上測試第三個心理關口，就係10,700蚊啦。嗱，10,700蚊咧都係過往比特幣喺2024年尾啦，同埋2025年頭啦一個雙頂嚟嘅。而且呢個係一個日線嘅雙頂，係屬於一個牛市級別嘅頂部嚟嘅，所以10,700蚊會係比特幣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心理關口嚟嘅。OK， 係啦，咁大家可以留意下呢個阻力位啦。咁暫時嚟講啦，我哋要喺邊個位置度去諗一諗點樣入場咧？嗱，因為現時市場咧喺上方收復先得嗰幾日。所以其實我哋能夠掌握嘅資訊咧唔係好多嘅，再加上今日星期一啦，究竟佢會唔會話真係向下測試咧？咁我可以做幾個假設俾大家睇嘅。首先第一個假設就係如果市場比特幣咧佢嗰個表現比較弱啦 ，OK， 咁佢可能跌穿咗10,2,300蚊之後咧，佢就會翻去10,000蚊呢個位做一個 retest， 因為當佢跌穿咗呢個短期嘅底部之後咧，10,000蚊會係下一個支撐嚟嘅。咁但我自己覺得其實下方10,000蚊啊呢啲位置咧，佢應該比較強大，因為始終咧佢有 ETF 嘅資金啦，同埋成個風險資產嘅市場資金都喺度嘅。所以咧，如果真係向下嘅話咧，其實都係為我哋製造緊一個入場做多嘅機會嚟嘅。而至於喺呢一刻呢一個位置入邊咧，10,500蚊會係佢一個好短期嘅頂部嚟嘅。OK， 但我只會同你講係短期，因為我真正睇緊阻力位其實啱啱講緊係10,700蚊啊。現時嘅比特幣咧4小時入邊咧開始咧由突破變做收窄啦，變做一個橫盤嘅調整。
所以其實咧，大家要留意下下方最後102300蚊呢個位咧，有冇機會守穩？其實佢都有機會守穩嘅，因為始終咧美股嘅情況唔錯啊嘛，再加上就係美中貿易戰佢嗰個方向暫時幾理想嘅，所以其實我自己咧 expect 佢下方咧都係有機會可以揾到一啲入場做多嘅機會。嗱，至於做空方面咧，最好就係一個見頂嘅信號先啦，係咪？咁呢個暫時嚟講就未見到嘅。雖然佢日線有超買情緒，但係佢喺 K 線仍然好強啊，所以咧就唔敢入場去進取咁做空啦。咁另外以太幣方面啊，以太幣咧喺佢上升咗3日之後咧，開始慢慢有一個回落啦。OK，咁啲資金咧又係翻去比特幣度，比特幣嘅市佔翻去63% 啦。嗱，但係咧其實以太幣咧，佢嗰個表現完咗未啦？通常如果大家望到啦，就係佢突然之間升咗3日，我都講過其實佢嘅目的咧，第一佢要清算空軍啦，咁第二就係啦，佢要做一個假象，一個有升嘅假象。有升嘅意思即係吸引你去做多啊。OK，俾你睇落去好似會升咁樣，然後咧就會有莊家大手收割。咁我覺得呢個行情咧，似係以太坊嘅大戶會咁樣做嘅，因為始終佢呢波嘅行情咧，其實唔係由一個現貨投資嘅推動嚟嘅。如果以太幣嘅上升係由現貨投資去推動嘅話咧，呢個會係一個好健康嘅升勢嚟嘅。個情況就好似比特幣一樣，但係咧以太幣唔同比特幣，係以太幣已經過咗氣啦。OK，咁所以其實咧，如果我假設呢度係有個莊家陷阱嘅話咧，就千祈唔好追多啦，係咪？至於做唔做空咧，因為呢度有太多嘅可以做陷阱嘅機會嘅，所以其實做多同做空咧，呢個位置都唔係咁理想嘅，而只不過佢真係啱啱好咧，喺我話嘅2550蚊阻力位咧開始跌翻落嚟。所以其實阻力位係好有用嘅，2550蚊同埋2850蚊會係以太幣啦兩個好重要嘅大阻力。OK，咁大家可以留意下啦。如果有啲朋友問我會唔會喺度減倉啊？咁我自己如果係真係本身持有以太幣，我都喺呢兩個位置慢慢進行一個減倉嘅行為嘅。OK，即係開始減少持有以太幣，留翻啲資金可能去炒下比特幣咧，會更加好嘅。OK，咁所以咧，大家記住啦，好好啲留意美中貿易會談啦。暫時講比特幣咧，佢越跌越提供咗個機會俾我哋做多，除非有一個好重要嘅利空消息出現。咁如果冇嘅話咧，就跟住翻低位做多嘅策略啦。好啦，今日嘅分析去到呢度，我哋明天再會，拜拜。